上升啊喂！今次會唔會俾人買豬仔？水咗去睇下啲冇乜料到嘅新盤。哇！落車位俾到你雲景1、2座先有蓋停車大堂。雲景1億聲喎，Beacon Peak 咁嘅大堂會唔會好貴？介紹返 Beacon Peak 早前只賣2同6座，今次優先睇第5座。過千尺送維港景，廳房同向都唔係好貴，平市價約7折。我驚你嫌佢唔夠貴，我哋再睇埋25樓，高過提山提外連天台嘅單位，提山提外嘅一半價錢，有提山提外10足10嘅味道。Nice。原有九龍站 ICC 至東涌碼頭，近有4面環山，望住呢個景，怕且可能你唔捨得走。主人房個浴缸咁樣，實在太有霸氣啦吧！搵人一齊去，我哋企上25樓望返下面屋仔，有冇邊間你想要？話我知啦。落返會所，有室內兒童遊樂場，好似啲 MVP 嘅室內恒溫池，澳門咁 grand 嘅宴會廳，仲有桌球室。去到今次影片嘅重中之重，經理心水推介低層特色單位，室內1626尺連533尺花園，擁有私人升降機大堂。廳嘅右手邊係備餐區 pantry， 哇！雪櫃就咁拉出嚟，真係第一次見。備餐區嘅延伸配明火嘅梗廚，我哋入去睇睇。呢區要揾到連地下花園大廳嘅單位好罕有，而家有個全新盤，真係有買趁手。今次經理算冇介紹錯。好啦，下條片見，我返去拍片啦，拜拜。